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600亿灾后复原重建特别预算条约3读通过，破发现金1万块的轮成条例，伫纳北人所优势嘛3读通过。2档外前，国内欠两农业部委托超市公司进口鸡卵，前部长陈吉仲、现任部长陈俊贵等人控告道理，检方认定无不法。今年6月，中国生产的米乳市占率超过咱台湾米乳，在这波拍算要补助本土业者来保护台湾的米乳产业。来看立法院调查取得共识，今仔3读通过灾后复原重建特别预算，计共是600亿，一线拢无抬。另外，针对破发现金1万块的轮成条例，伫纳北人数的优势嘛3读通过咯。经费是对5450亿调整做5700亿，佮规定讲破发现金就爱伫特别预算公布了1个月内开始执行，7个月内就爱发刷。另外，台电200亿的强化电力系统的预算是封台掉咯。大人物，来，我们大人物，好，他们开始喊开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9难得第2场来为做院口召开党团大会。立法院这礼拜加速审查预算3大案，包括台南市丰泰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案、关系破发现金的轮成条例修正案，也甲行政院追加预算，针对灾后的重建条约达成共识，拢无删减，293读通过。不过轮成条款带动强化电力系统的200亿，在野党无认同。跟产业有关的，国民党团就全力的支持，甚至还加码，让台湾台电、平林要倒闭的这些能源政策，应该要好好的朝野一起来讨论，尤其要倾听产业的声音，不能再一昧的姑息。行政院送出的是5900亿的预算总额，但在野党要删除200亿的台电电力系统强化的预算，稳定的电力供电，这个是为了产业，但是在野党往往是看到台电就亏钱。吴思瑶讲，等9月立法院审查轮成特别预算，会拍拼以10月发放现金来努力。安尼114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的部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针对各项预算提了删减差不多1亿，关系国防安全文宣新建的经费，新时界节目进行减列。后来其实好像变成10级、8级，其实一直在缩减。可是那在金额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只是图利可能特定的这个媒体，其实也是不对的。那政战局这些相关的预算呢，在追加预算里面被删掉，这是第一个，就是应对中共认知作战这个部分。第二个呢是军事交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跟美国军事的训练、交流等等的。那样这个新世界节目，不是什么认知作战的项目，立营是针对各方追加预算，互人删差不多1成，这个是弱化各方自主。不过马文君嘛讲，项目是不是应该删除，会当接受评论。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总调郭建民，党内是有人认为讲，伊应该爱为罢免失败落台负责，包括总统赖清德嘛认为讲，党团应该爱改善。传出讲，党内有超过1半立委是人数支持。今仔郭建民伫立法院开党团会议，外界认为讲，这是伊想要反制的动作。大罢免失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被看作是第一号战犯，党内检讨的声音拢无停。总统赖清德讲，党团应该改善，才符合社会期待。也团讲，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亲自去考卷郭建明提来。另外，党内也发动改善党团干部的人数，团讲已经有过半的立营立委签名。对此，郭建明发动感激动员，29日的议场开党团会议。台湾秘书长有去找你吗？我跟你讲哈，我昨天就有讲过了啊，实无声胜有声哈，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大家安静的看就好了，我不会再做任何回应。对党内压力，郭建明是不是要是总调正受注意？这是党团改组的立委王世坚讲，这是郭建明应该得到的天罚。因为林岱华是讲伊无签，支持郭建明。人做出选择就要付出代价。那这一次，我们希望说总召能够重新改选，希望的就是说要让我们党团有新的展望跟气象。人前老一线，日后好相看。世代交替可以讨论，但应该多留一些余地
多一点厚道。因为党团会议伫咧议场内面举行，立言无法度针对干部改选进行讨论。林俊彦讲，党团的共识正清楚，赞成和关建明休困，要拿什么时阵和关建明家己决定。如果是这个会期，那就是到今天；那下个会期就是到1月底。那什么时候应该由柯总召自己来决定。招的呼声最高是你。民进党要加油了，大家都加油。林俊宪讲，关建明是不是要提加罢免无关系，是副院党运作的综合考虑。伊若互人点名决定的接种掉的蔡其昌，是讲民进党爱加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涉借人头来经营电动机，佮修改台北市的驻地条例法来独立业者。台北地检署今仔侦查，针对叶林团甲电动机的业者来提起公诉，嘛建请法院判重刑。检调去年侦办松山警分局警员接收红包庇失情的业者，去查出这个案外案哦。检方发现讲，叶林团借人头来开电动机，佮利用伊议员的身份，质询台北市政府商业处提交的电子游戏场管理条例草案的时来施压官员。各项电源业者摕到牌照，赚超过300多万。检方是认定讲叶林团犯后拢无后悔，所以提起公诉。没有。再来看2档外前，过来欠两，农业部委托一间超市公司来进口鸡卵。前部长陈吉仲，佮有现任部长陈俊贵，佮有前畜牧处长等人是方各独立。检方今仔侦查认定讲无不法。前部长陈吉仲早起伫面册是铺文讲，坚持专业，永远袂后悔。现任部长陈俊贵表示讲，检调来证明因的清白，这是好代志。另外，超市公司的负责人是互北检以虚报2家，诈领特产费6000万来起诉，求刑2档。特产费一个姓吴的专员嘛互起诉。2年外前，国内大欠卵，迄当阵农业部决定进口鸡卵。迄当阵农业部决定为外国进口鸡卵稳定价销，不过双方指控独立一间资本额敢若有50万的超市公司。案件2被侦结，台北地检署认为苏当时除了超市，还佫有其他9间公司签约进口鸡卵，并无独立特定的公司。针对前农业部长陈吉仲，检方认定伊无不法签结，早起记者打电话予伊，伊拒绝受访。不过伫人面册强调坚持专业，永远袂后悔。大家早安，大家好。早起农业部长陈俊贵出席活动，伫进口鸡卵的期间做处长，伊嘛去互检方认定无不法签结。伫活动开始进行受访的时阵，表示伊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而且认为即马总算有结果啊，嘛透过检调证明伊的清白。大家其实都觉得说这么努力而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的质疑，那也非常的灰心。但是透过检调的调查证明了他们的一个清白，那对他们是一种好事。这个特产会姓吴的前专员去互起诉。委任律师詹顺贵指出，无确实验收的部分，真遗憾，检方认定迄当阵应该要拍开所有的货柜，做每一项的验收，甲目前边境查验以抽检的方式有前差。检察官这样因为就说你没有逐项去开验，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实务上的落差太过于用想象来想当然尔。不过，民众党主席也就是立委黄国昌，伫人面册批评超市的备案，诈领超过6000万，立营的高阶官员全部拢无代志。国讲台北地检署为民进党高阶的官员起一道真高的防火墙，因为这个侦查的结果实在是笑破人的嘴。除了搁一届互咱国的民众知影执政党是安怎咧控制，更加是吞大司法的公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有几啊笪农地国有地，红标讲有集团伫背后的操作，靠头乌沙石啊。街头地检署昨进行敲锤哦，当场是查扣15台怪手，嘛约谈地主业者计共17个人。欢迎今仔日裁定讲负责看交的中人有2个红羁押禁见，其他8人是以2万块到10万块交保。大概挖掘3到5层楼高。检警人员徛伫顶悬看落去，规块地已经成做一个大窟啦。边仔过当看到准备要用来囤转去的建筑废弃物。高雄美浓8月初红标出，有几多笪农地红挖甲坎坎坷坷，疑似有集团来遮偷过刷石去卖，6月搁载物件转来囤。桥头地检署27指挥相关单位前往当地敲锤，发现有农地已经红挖甲20公尺深，业者透过刷石买卖甲载废土转来囤的做法，不法所得超过3级。检察官当场查扣15台怪手，同时带回地主业者等相关人士，拢总17人。被告周某、曹某等11人涉犯窃盗、窃占、
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向法官申请羁押禁见。这摆超吹拢总有4大农地，检察官发现地主拢是今年过年了后陆续买地，甲不法集团合作，大约2月、3月开始偷规刷石、开填废土。这个地点拢是伫高屏溪水质保护区，这款做法已经严重危害到国土环保安全。另外，不法业者拢是选伫偏僻的农地来偷轨，基山美拢地区农地济，各离刷石啊场近，成为不法业者作案的第一选择。现在当地警方也持续加强巡查，将会针对该可疑的农地，不定时以空拍机前往巡视探查。因为相关的机构拢互查扣，8月初市府要求回填的作业也已经暂停。针对申请羁押13个人，法院29裁定负责看狗仔生做的查甫人等2人羁押禁见，其他8个人以2万到10万块交保，2个人限制住所，1个人请回。记者柯家族赵阳、郭永昌报道。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因为台南市的教育路中心林行道关系无平哦，对轮椅顶头绊落来，手骨受伤，伊伫网络铺文怨叹。干部局是表示讲，出代志的所在哦已经修理好势，嘛强调讲因逐当拢有本金回来维护，后续个全面来做检查。坐轮椅的人是坐伫台南永康的街路顶，定拄着路边的障碍物，有的所在个关系无平，互因真歹通行。甚至台南市无障碍协会理事长林兆坤日前去落到一个中心上课，就因为林行道关系无平，人脚轮椅摔倒，手后脚受伤。干部局回应，南门路落到一个中心边仔的林行道损害，20已经紧急请厂商修复好势。一直在诉求说要鼓励身障朋友要多外出，可是连人行步道就不安全，会觉得说人行步道为欺是福。然后我们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就不想要出门。环境的一些堆放杂物，那简单来讲都是杂物啦。像你看现在看到的那个花粉就是了。那个花粉其实都不是公有的，那其实不适合放在人行道，然后会影响我们的行走。实际上，这不是头摆发生，协会指出，正有人因为路面关系无平，互坐轮椅的人摔到后壳不幸过身。因真无欢喜批评讲，但是近来新埔的北安路一段的林行道态度关系无同，甚至搁踹，因若过这个所在，拢提心吊胆，踹甲要死。验收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请那个轮椅的，或者是4个轮子的试看看，到底能不能通得过？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尤其在临安桥那一段，我觉得下坡完全不敢下，我觉得那有点像自杀。我一旦没有刹住就往路上冲了，然后车子就过来，那很恐怖。后续公务局对台南市其他路段的人行道也将检修，确保人行道安全。干部局讲，市府当年有编5000万来巡检修缮，会豆豆换透水装的路面，营造更较安全的用路环境。协会建议市府路唔单单是好脚好手的人在行，嘛要顾到脚手无方便、甲塞年无车的人在行。所以政府单位要照顾到用路人拢安全的人行空间。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花莲日出乡下大道伫2002年10月完工开放，因为拢是大日照哦，有部分的路段又过处处，所以落雨天哦，拢有人桥都摆经过泥残。县政府最近哦嘛伫部分的路段来挖石啊，来要来增加摩擦力，也毋过是有民众感觉讲这无啥效果。花莲市骑机车的人、平常时拢会尽量闪开日出乡下大道，因为路面车程，搁加是土青石的路面，落雨时阵，若一个无细字就会触到。一开始就不对啦，斜着下雨天就是打滑啦，这常发生呢，这可以国赔吗？地板路很滑，尤其是下雨天，我们几乎是要非常慢的速度。那你自己本身有滑倒过吗？滑倒过。为了让土青石铺面较袂遐尼骨，花莲县政府最近开始请厂商进行拍磨，在较会发生出去的路段施作，若是路面车程的问题，恐惊无法度解决。自由街周边的这个我们的房屋的地基的高度其实是有高高低低的，所以就会造成有些路段它是房子会低于这个箱涵顶的高度，这个箱涵的高度比较高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倾斜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工程里面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另外，民众讲当初使用土青石做路面根本都有问题，希望会当将两边道路改造点仔到路面，通降低触倒的事故。对这样代志，县政府解说，规划进程拢有甲地方民众讨论过，尊重民意，才决定使用土青石，毋是县政府单方面决定的。记者采访报道。
来看一款症状甲感冒真相像的病症哦，叫做虬白菌。伫美国的西南部、中南美洲较大数的所在是真时行。这几档哦，咱台湾境外移入的病例嘛有增加，加在是未消化。疾管署嘛提醒民众去风险较悬的国家，会当挂喙암来防护。民众出国耍含做工课的人愈来愈多，这几年境外入来虬白菌病例嘛增加。台大病医指出，2020年到即马已经有13例，对2024年开始有明显的增加。疾管署表示，尤其是去到较大的国家，像美国的西南部、中南美洲等等。含山谷、山毛这款所在，得到虬白菌的风险会较悬。那如果回国之后有类似的症状，像是发烧、咳嗽等等的话，就医请务必告知旅游史，让医师可以及时来做一些检查跟诊治。医生表示，虬白菌袂人传人，是透过空气经由细菌感染的。台湾目前无本土病例，但是虬白菌甲流感等等的症头真相共，提醒民众有袂爽快就要去看医生。嘛建议主动提供家己的资讯，包括职业去过地、和接触过的人等等。会提醒我们的国人如果有去过这些流行地区像美国西南部这些地方，那回国后如果出现一些长期咳嗽或者发烧的症状要就医的时候，那就应该要主动告知我们的医疗人员有去过这些相关的地方。那这 TOCC 还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对于我们临床判断很重要的资讯。那如果非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是可以建议佩戴这个 N95 口罩来做预防。那如果当地正在出现像是沙尘暴这种大风沙的时候，那建议都待在室内哈。台大病医特别提醒有糖尿病、慢性病甲有心的人。得到虬白菌要特别注意，过去嘛是有因为虬白菌死亡的病例，疾管署嘛提醒民众有去高风险的国家就要挂喙암。记者陈心东、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有厂商伫网络播影片批评讲阿婴仔在啉的配方牛奶上过甜哦，袂输在啉可乐也是啉米茶。医师个药师是公开表示讲这是错误的资讯。药师嘛警告讲哦，传播无正确言论，相当是当罚100万。为着鼓励妈妈饲母奶，有卖婴仔用品品牌业者伫咧官方社群顶面表示，婴仔咧啉的配方奶也是牛奶粉受过甜，细汉红婴仔啉牛奶等于就是咧啉可乐、珍珠奶茶。这个言论引起争议，也互一寡无法度饲母奶的妈妈压力真大。那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母乳胎，是说医生说不要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因为我小孩子本身他肠胃不是很好，所以他还便秘，所以我就请教营养师，对，帮我问一下什么样是适合孩子，所以我就给他喝。医界和食药署嘛出面指出，母奶和配方奶内底糖分其实是差不多的，两个拢是100cc 内底差不多有7公克左右的零糖。也有小儿科医生强调，妈妈为这届放送的消息确实是无正确。咱的配方的牛奶粉呢？足亲像母奶的成分啦，吼，有当时甚至讲母奶内面有啥物成分，我配方的牛奶粉就加迄个成分落。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之谣言，卫福部食药署已于8月28日通报 Meta 公司进行下架处理。食药署提醒，只要甲食品安全有关系无正确的消息，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万以下的罚金。食药署也支持，不管是母奶也是配方奶，只要是符合妈妈和婴仔的状况，拢是好选择。引起争议了后，业者嘛已经回息咧，甲错误的网络影片摕掉啊。记者陈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中华因为要进行沼水潭水尾管线工程的改接作业务，台水公司是公告讲9月初3返点开始，中华市甲河美镇会停水，上久是会停39点钟哦，影响8万外户，所以提醒民众要爱先欠水，买来设灌水站。也毋过对用水量较大的洗车业者来讲，是真烦恼，讲无法度做生意。民众压花草、煮饭、洗碗池拢爱用到水，各店家做生意，尤其是洗车、理发厅，水嘛用真凶。但是自来水公司公告，中华9月初3返点开始，中华市甲河美镇大规模停水，上长停水39点真久。消息一出来，店家甲民众拢真无奈，毋但影响生意，生活嘛真无利便。一天我就洗头20台车嘛，你即马停水的话，我剩水头剩4、5台车、5、6台车安尼，营业就会减足济安尼。没办法，就买多一点储水桶来储水啊。
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为着提升中华地区自来水的稳定性，所以要来进行沼水潭水尾的改接工程。为9月初3饭点开始，彰化市7城用户甲河滨镇的部分地区，分别会停水37点钟甲39点钟，会有81389户受影响。停水的范围就是总共有64个里，包括彰化的大部分以及和美的部分地区。停水的户数总共是74600多户。减压大概有6700户左右。台水公司嘛提醒民众停水的时，爱记得关抽水马达，提早欠水。目前伫停水的期间，有47个灌水站，若有需求也会增加灌水站。相关的资讯拢会当上台水公司的网站查询。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6月，中国生产的秘鲁市占率已经超过咱台湾秘鲁。刘伟是指出讲，中国政府是开真侪钱来补贴秘鲁的制造，佮用真少的价数出口台湾。虽然是有针对中国的秘鲁来起临时的缓轻销税，也毋过效果是真有限。在政部嘛表示讲，会规划新的政策，打算要来补助本土产业，来保护咱台湾的秘鲁产业。台湾秘鲁定摕着国际奖项，慢慢代表咱台湾出国做文化外交。也毋过，即马伫本土市场所受到中国的挑战。今年6月，中国生产的秘鲁市占率39%，超过咱台湾秘鲁的36%。有立委指出，中国政府开真侪钱补贴秘鲁的制造，用真低价销出口来台湾。虽然咱的政府已经对7月开始针对中国秘鲁去临时缓轻销税，也毋过7月进口量也是超过去年同期的27%，效果有限。进口的中制啤酒应该在今年底之前会死亡交叉。简单指，等到年底反倾销认定后，中国啤酒霸占台湾市场，超越台啤已成事实。这个时候你叫他补多少的税，都于事无补。中国啤酒从这5年来了销往台湾的这边已经超过新台币160亿。那基本上我们的啤酒是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的。我想，台啤我们也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整个的贸易逆差160亿。另外，立委嘛指出，中国制造的秘鲁写英文字，用外国风格包装，让消费者唔知这个秘鲁是中国制造的。希望政府要求业者改善。财政部回应，针对包装可能让消费者误会，伫今年已经发布改税令，明年1月开始，若是要无改善，就会罚钱。如果他有违反的话，那依据我们烟酒管理法的规定，他是可以裁处3万以上跟50万以下的这样子的罚款，而且呢，如果他没有在这个限期之内改正的话，这个部分是可以按次处罚的。财政部嘛表示，面对中国秘鲁倾销的状况，目前已经有派人去中国调查，嘛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打算补助本土业者，保护咱台湾的秘鲁产业。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今仔是带国会代表团来台湾访问，早起飞到松山机场。维克尔是表示讲，因这次目的是要来强调美国甲咱台湾的伙伴关系。We are delighted to be here as part of an American delegation to reinforce and emphasize the great partnershi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alk to our friends and allies in Taiwan about what we're doing to enhance worldwide peace, the kind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that Ronald Reagan talked about. We stand here to re-emphasize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security friendship agre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with Taiwan. 维克尔强调讲，即届甲台湾甲盟友来讨论讲，要安怎来促进全球的和平。伫今年美国国防授权法中会阁来进步相关的条款。美国参议员费雪嘛是访问团的成员，伊嘛已经伫夏威夷甲印太司令见过面，嘛去关岛庇留各菲律宾。总统赖清德嘛安排下晡要来接见访问团。再来看驻德国的代表贾志伟要离开毗邻到布鲁塞尔，转任驻欧盟的代表。伊伫毗邻的个别酒会是有上百人参加哦，现场是真热闹。这嘛显示讲伊伫德国的政坛人气是真好，嘛代表讲咱台湾伫德国受到重视的程度。驻德国代表处的门口排队排到落长，为德国国家来的代表要来甲贾志伟相识。
谢志伟担任过2任的驻德代表，前后加起来11年，可说是史上任期最久的驻德代表，任内为台欧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谢志伟得去讲了真老，伊伫个录音进前上尾一届演说，讲话是深色佮趣味，现场大概是笑甲。Viele habe ich einige Zeit nicht gesehen. Viele habe ich in der letzten Zeit sehr oft gesehen. Hätte ich gewusst, dass ein solcher Anlass alle hier kommen lassen könnte, dann hätte ich das öfters gemacht. 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嘛受邀请来遮演说，表现对台湾的重视。Taiwan ist ein ganz wichtiger Partner für uns in Asien. Und zwar nicht nur wirtschaftlich, sondern politisch. Die Freiheit, die Sie dort verteidigen, auch unsere Freiheit ist, dass es eine Veränderung des Status quo in der Taiwanstraße nicht durch Gewalt geben darf und dass das Gewaltverbot der UNO-Charta auch im Verhältnis zu Taiwan gilt. 台湾伫咧欧洲的能见度最近这几年明显增加，长久以来伫咧欧洲议会为台湾画下的保水函，感受是特别深。Ganz fundamental geändert hat sich unsere Wahrnehmung hier in Deutschland von Taiwan als einem wertvollen Partner. Deutschland hat vor 2 Jahren zum ersten Mal seit sehr langer Zeit eine Bundesministerin nach Taipei geschickt. Im letzten Jahr fuhr eine Fregatte durch die Taiwanstraße. Wir haben das deutsch-taiwanische Dialogplattform und verschiedene Formen der Kooperation ist intensiver geworden. 落任了后，谢志伟会转任驻欧盟代表，继续为咱台湾对欧洲的外交拍拼。公司国际记者林玉丽，德国柏林报道。桃园市政府按什么规划讲，伫我捷运的所在要推出互少年人嘛通负担嘛买得起的客家主体，要锁定中立体育园区，佮有机场捷运 A20甲 A21等3大开发区，要起大约3000户，一平要卖20多万，上计明年会开始推动。我捷运的厝真贵，少年人拢无在了买。桃园的厝价甲双北比是较俗，伫捷运铁路的下滑建设拢伫咧进行，所以有真侪少年人搬来住，是六都内面平均上少年的城市。桃园即马要扫全台湾第一个可负担主体政策，互少年人毋但是有法度租厝，也有在了买厝。释出约3000户可负担住宅，那以现行中立区平均单价40万1坪而言，未来可负担住宅定价大约落在2字头，明显低于周边住宅市场行情。桃园即马正伫咧修土地条例草案，按算今年送市会审议，以后可负担主体买卖，拢会由自治中心统一进行，继续也受条例规范，上紧明年实施。一开始伫中立的体育园区先试办，了后也有机场积分的 A20、A21等整体开发区。觉得现在房价贵吗？很贵啊。跟那个薪水不成正比，1坪20几万，我觉得可以啊。对啊，你觉得是合理的？合理啊，蛮合理的、啊。这一边大概30-40万啊，这政策很好啊。怎么说？可以养制房价，让年轻人可以租得起房子啊。这边因为是机场捷运线盖比较早，所以房价已经涨很多了。我觉得这样的政策还不错，就是如果它的房价是低于市价，可能10几20%的话。是会有帮助啦。可负担主体政策甲合意主体闭锁期只敢若10年无同，总是封闭性市场买卖机制，以后若要转卖，只敢若会当卖互市府。政策的想法有淡薄亲像新加坡的租厝，用轻松会当负担的技巧，照顾人民大的需求，互主体去商品化，回归到主体本质。记者综合报道。劳基法虽然规定讲工作4点钟就要休困30分钟哦，也毋过针对幼儿园的教保人员，劳动部是表示讲会当调整，若无休困哦是会当来提前下班。也毋过有教保人员就指控讲，地方政府煞错误解脱，造成因上班的时无法度休困，嘛无法度提前下班。教育部是表示讲，上紧伫10月份会来甲地方政府开会沟通，也会要求。在孩子家长面前提及，请你离开孩子自行在户外教学的地方找时间休息30分钟的难堪的场面。第一线的教保人员讲出上班过程，为着休困半点钟所拄到的大项争议，伫咧教保现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根本就无可能好好啊休困。准讲是好到学生困去了，依然有行政工作需要处理的状况。公立幼儿园是人力吃紧哈，一个萝卜一个坑。
教育部依旧是让教保员在午休的时间，用违反师生比的方式去轮流休息。这个不是保障教保员呢。工会讲，面对教保人员的劳权争议，劳动部去年对的改善，强调休困时间会当调整预算。若准备我下班，同款袂当休困，应该是会使直接下班，超过时间就要有加班费。不过，伫教育部甲地方政府错误的解说之下，教保人员就算是无法度休困，嘛袂当提早下班。请国教署给一个明确的做法，那讲清楚、说明白，教署应该要拿出诚意跟做法来落实劳动部既有的解释。这边请我们在跟地方政府做一个讨论的部分，我们会尽快的再做一个演绎的。刘委要求教育部落实劳动部的规定，保障教保人员的权益，才会当保留稳定的教保人力。教部回应讲，上紧的10月份，搁再和各地方的政府开会沟通，来落实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昨通过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正草案，新增加一张100人的专章。这届修法是12年来上大的调整哦。劳工团体嘛望讲，未来在制定司法的时，劳动部会当来加了解民间团体意见。为了强化劳工的安全卫生保障，行政议会2月通过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草案，会含请立法院审议。其中新增加1张霸凌专章，嘛强化源头防灾，加强承揽管理，提高最高限度的罚款。要求业主将工程，如果你采平行分包给各个不同的厂商的时候，应该要指定其中一个厂商负责统合管理业务。如果各个厂商在层层转包到下包商的时候，我们这次的修法要求各个大中小包商都要共同负起防灾的责任。这届职安法修法拢总修正23条，是为2013年专门修正以来上届大幅度的调整，希望进一步降低职业灾害，并提升友善的职场环境。劳团表示，陆建行政院通过职安法的修正草案，按过嘛点出，草案当中这张霸凌专章，也是定义依照事业单位利用权势职务关系不当对待，比起性别平等工作法，明确写出劳工伫执行业务的时阵，拄到任何人不法侵害，是有精彩定义较无明确。职场霸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雇主，不一定是同事。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它还是定定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所以，比如说顾客或者是合作的这个厂商，他如果有发生这种霸凌的这个事项，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杨思伟嘛进一步表示，等条文伫立法院审议3读通过了后，后续中央主管机关伫定相关处罚是一大观察的重点，是是不是有法度落实母法的关键。也建议定处罚的时阵，劳动部应该参考也是听取民间部门、劳工团体的意见，才袂背离基层的诉求。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美国阿拉斯加的峰会结束无到2礼拜哦。罗西亚又搁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至少造成23人死亡，有几啊载人受伤。后边甲英国伫基辅的办公室嘛受到破坏，欧洲的领袖是真生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呼吁各国对罗西亚来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透早3点，大家还搁伫咧困梦中时阵，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响空袭警报，马上就听到无人机甲飞弹射来，当地面体大火。根据乌克兰军方统计，罗西亚这边攻击总共有600台无人机甲31粒飞弹，重大攻击力量造成基辅几60个人死亡。中西部的大城文尼察也无电。Получається, ракета прилетіла і людей їх викинуло просто. Я почула, як прилетіло, коли я спала. І я побачила, як рама на мене летіла з вікна. А що було далі? Про що подумали? Куди побігла моя кішка. 天光了，被射到的病体也搁伫咧庆烟，救援人员甲一具一具的尸体搬出来。虽然罗西亚讲，因为攻击目标是军工设施甲空军基地，但过看现年的是，受到攻击的拢是命体，也搁停伫路边的车。另外，也搁2粒飞弹是伫20秒钟内落伫咧离后面代表处只敢若50公尺的所在。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也受到破坏，欧盟甲英国拢吊见罗西亚外交官表达严正的抗议。I'm outraged by the attack on Kyiv, also hitting our EU offices.
This was the deadliest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on the capital since July. 冯德莱恩批评罗西亚唔但是杀害平民，也甲欧盟列做攻击的目标。欧盟所落来会对罗西亚提出更加强国有力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伫 X 平台讲，所有最后的期限拢已经被打破，几多变的外交机会也拢被摧毁。罗西亚继续攻击。 表示伊的选择是弹道飞弹，唔是弹判岛。Because I talked to him about this, he was not happy about this news, but he was also not surprised. 美国嘅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讲，罗西亚攻击主题区正超过。一般认为，这边攻击是罗西亚总统普京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推出的货单，一个正明确佮直接的回应。9月，乌克兰开始进入冬天，乌克兰官员担心罗西亚对基础设施抑个能源设施的攻击力量，恐惊会愈来愈大。公司新闻网络每编辑。阿根廷10月要办国会其中选举哦，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嘛去各地造势，有反对者对伊牵石头啊、弹粪扫。 米雷伊是表示讲伊无问题，嘛袂惊。米雷伊的小妹是互指控讲涉医疗采购、收红包的丑闻。米雷伊是强调讲司法会向伊小妹清白。阿根廷10月要举行国会其中选举，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徛伫咧宣传车顶头，向支持者下手致意。伊边啊，也有随后工作人员，也有伊小妹卡琳娜，这伫人正多路慢慢拉赛。 一开始，一个人摕米雷伊的团旗叫伊签名，不过突然间，几粒石头、茶棒一个菜叶啊，对伊弹过来。米雷伊一开始是滑头闪开，被几个人ขู่来，车队是赶紧出油门离开现场，剩支持者甲反对者伫咧现场发生冲突。 Milei que vino acá vino a provocar, bueno, tuvo que irse como corresponde, porque Loma es históricamente peronista, es un bastión peronista de la tercera sección. Y bueno, lo tengo que apoyar, pero no solamente por mí, sino por los jóvenes que van a ser el futuro del país. 车队扫过互人攻击，米雷伊事后伫公开场合讲伊无受伤，也强调袂互这种代志吓惊到。 Buenos días a todos. Ni que hablar que les voy a decir que es un placer estar, ¿no? Por lo menos parece que todavía conservo los reflejos. 米雷伊伫咧推出的电具式经济改革，本来争议就正大，而且也有伊的小妹互人指控，伫政府采购新疆人士所需要药啊时阵，收厂商的钱，每一个合约伊拢抽3%，而且伫这边攻击之前，米雷伊是对伊的小妹所涉及的这项指控，讲指控的人拢是讲白贼。阿根廷的媒体报道，卡琳娜收的钱有50万到8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票。 1500万到2400万，米雷伊虽然无提钱，不过伊知影这件代志。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过来消息来看，今仔是旧历7月初7，青牛妈生哦。新地的人士哦是依照古历来帮囡仔做16岁，嘛用古历来帮囡仔烫光，这代表讲正式当大人咯。一天哦，一般的民众嘛会准备行礼，用鸡酒、油饭来拜青牛妈。 照古例，弄过轿卡，甲囡仔身躯顶代表保平安的光，由士大人摕落来完成烫光。各啉饮料代替古例爱用的鸡酒，这是新着做16个仪式。伫拜五旧历7月初7，七娘妈生一天举办完成仪式，也代表囡仔已经大汉了，未来爱为家己负责。传承这个仪式，啊，我嘛，互阮遮的做16岁的同学吼，知影讲阮大汉啊，爱为未来家己做的代志爱负责，啊嘛，感谢七娘妈啊，这个12年来的保庇。弄油咖、烫梗，还有喝饮陈年酒，那象征的就是说告别童年，那责任的开始，那要迈向更幸福的人生。主办单位也提醒讲，弄轿卡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爱看头前，袂当看后壁，代表爱勇敢向前行，而且伫咧拜七娘妈的生礼方面，冇爱注意的所在，千万袂当拜牛吧。咱唔通去拜牛吧，因为牛郎织女啊。 你若拜牛肉的时阵，恐惊会冒犯到牛郎啊，这就可能会较犯着禁忌。咱会当考虑到油饭吼，油饭就是咱若咧生囡仔的时阵吼，咱拢会分油饭，互大家食，保平安的意思。第二就是咱咧拜拜的时阵是鸡酒吼，这就是互怀孕的妈妈吼会当保身体吼。 第三，
就是咧摆的时阵会当摆胭脂水粉啊。这除了亲像马哈，希望家己装甲水水以外哈，嘛比如讲会当帮大家来招来好人缘的意思。今年活动拢总有上千个学生来报名参加，这也是目前北台湾唯一有做16岁仪式的庙师。透过做16，除了互囡仔知影家己已经大汉，嘛则互因未来平安顺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嘉义县有一寡砖头本色分类是做了无好，所以本色车无要收。嘉义县环保局嘛启动专案，要来稽查民众等的本色，先算来宣导本色分类要安怎做才对。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协助本色车清洁队员，甲民众无做好分类回收的本色捡出来。嘉义县环保局无定时会派人对本色车来检查，希望除了协助各乡镇宣导本色分类的观念，嘛要减少因为无做本色分类、本色车互退运的代志。现场的作业人员吼，因为压力足大，因为要甲民众要退运啦，要破袋吼，民众拢较会讲话啦，会较对民众较大声扫安尼啦。我希望阮的稽查车伫后壁面吼，阮个对的时吼，阮话也讲有种情形，阮能来处理。嘉义县环保局统计，目前嘉义县平均起来，每一天一人的粪扫量是0.88公斤，比全国的0.54搁较悬。粪扫分类回收的状况，阁有需要进步的空间。一寡乡镇的清洁队就表示，粪扫分类回收的人员空间不足，希望会当得到协助。粪扫的这个分类吼，需要较侪人来支援。啊，目前我是利用地检署的这个劳动人来跟斗3工，做这个粪扫分类的工作。啊，未来嘛希望环保局上级单位会使针对阮的车辆甲这个人员来跟支援。环保局表示，粪扫的分类回收除了会当减少粪扫，嘛会当减轻粪扫处理设施的负担。针对一寡乡镇的清洁队有人员设备甲空间无够的状况，拢会来提供协助，希望会当透过无定时对车的检查，养成民众粪扫分类的习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中海洋馆最近开幕，人是吵，也毋过附近5栋前开3亿6000多万起的高米湿地游客中心所拢无人行搭，冷清清，特别变蠓仔馆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是表示讲，包括附近的录影场、有景观餐厅，因为受到风台佮7月底大水河影响，真需要搁延5个月才有机会搁再开放。建筑物外表毋但是漏水的掠，阁因为规日的靠海风，已经是鸟就生鲜。台中高米湿地游客中心现场真稀微，民众惊伊变作蠓仔中心。不能进去呀？为什么？因为还没开幕啊。人潮的话进去应该会很带动啦。那现在目前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人进去的话，应该人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另外，外口原本讲会当看黄昏的豪华露营区。天道嘛已经拆了，干那剩鸡啊！台中市府开3.6亿起做游客中心，5年前以民间促参的方式启用。2022年又搁增加露营场，伫今年2月传出暂停营业，原本预计9月会恢复营业，不过市府伫27讲，包括露营场甲餐厅，会延后5个月开放。相关设施并非废弃或闲置，为确保民众有更完善的体验。已核准厂商展延暂停营运至明年1月31日。市府讲，因为风台甲7月对大雨的影响，地势日期延后。观光学者认为讲，最近海洋馆试营运，佮带动台中海线的观光热潮，不过游客中心无开放，无都小连形成一个观光区。都是处于这个维修状况，那对于整个高美湿地的体验跟感受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希望台中市政府相关的单位能尽快来督促厂商来把这一些应有的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学者讲，地标性的建筑物应该要赶紧完成，来确认营运的方向了后，佮结合当地的观光特性，才有法度延续观光的热潮。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要到咯，屏东7个新众团体做伙来展示因今年要推出的中秋的伴手礼哦，望讲会当来卖超过1万盒。也毋过团体是讲，这2档景气真歹，义卖的数量有较减少。望讲今年的中秋，民众会使来斗支持。那你要抹多一点还是？
3位新众朋友小晶、小花、阿杰、甲槟榔馆长做伙做鸡卵糕，因为中秋节是一寡新众团体义卖大节日，县府就和槟榔地方的甜炉业者合作，用在地果子制作，推出特别的伴手，希望整体有机会冲破1万盒。 或者的新众朋友会使欢喜过节。那我们也希望呢，借由这个活动呢，能够长期的赞助我们自闭症协会，他们来做一个他们聘请师资创作画作的师资来源。今年槟榔中秋伴手展示会有7个新众团体参与，推出足侪款礼盒，土王来酥、广式月饼，阁有手工杀文等等。 不过有团体表示，这2年感觉义卖状况可能受到景气的影响，数量有小可减少。希望在县府的斗相共之下，有更较侪民众来捧场。伴手礼它也不一定要是月饼，它可能会选择其他东西，都是造成就是我们的那个订单锐减的原因。比较大的客户一个，他一笔就每年都30几万，当这笔订单没有之后，我们墙比较大。互阮的产品，互阮的囡仔，我都做出来啊，趁我一寡因的工作的奖励金，来帮助因家己，互伊找到伊家己的自信哦，然后知影讲伊对这个社会嘛是有贡献的。 县府社会处表示，今年嘛透过公益采权的基金，导引行乐推广行销。县府希望透过这款方式，帮助新众机构稳定经营，嘛让新众朋友伫团体中继续合适以成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南投县文化局9月到11月有举办剧场艺术季的活动哦，邀请咱国内团队演出，阁有工作坊甲志工培训的课程。那么先做伙来欣赏一场北管文武场结合布袋戏的演出。 南投县的上祖金北管江中实验团演出《西游记》北界拍好这个戏出，是咧讲登山宗师徒去西天取经，到黄风岭，煞拄着火怪攻击，似乎嘛互人掠去。剧团用古早戏边影传统细线的布袋戏红仔，搭配北管演出，真无共款。南投剧场艺术季9月起稿。 5场剧场演出当中有2场是免费入场，包括上祖金北管江中实验团1场表演。演出呢，全部拢是用古早的彩楼吼、茶饼啊，现场讲出啊，现场演啊，现场演奏。南投县文化局表示，剧场艺术季除了有戏剧、音乐、舞蹈表演，嘛有7场工作坊，也会为偏向学生办剧场体验课程。另外，嘛有演艺厅志工培训课程。 和民众接近甲熟悉剧场文化，偏乡学校的孩子来进这个工作坊之后，然后看后台的一个表演，看这个怎么剧场是怎么运作。和国内的都会区的艺术活动比起来，南投县剧场表演的量是少真济。南投县府希望透过剧场艺术季，让南投乡亲看艺术表演，嘛感受剧场文化迷人的所在。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 有电动船的业者关轻型的电动救生艇，和宜兰的南洋救援协会，这款电动船哦，较唔惊冰船，无法度发动，机动性嘛较悬，帮佫会当来提升民间救援团体的能力。电动救生艇和水上奥多摆做伙出发，虽然奥多摆走较紧，不过电动救生艇有机动性强、重量轻才优势。水上救援团体认为，对水域的需求更有帮助。老管若要勤务，若是一台救生艇的勤务的时阵，阮即只阮会使甲扛起来车顶摇尾，因为即马定定拢啊开出去，差不多3抓要歹1抓。宜兰南洋救援协会主要是从事水域的救援工作，已经成立30档。不过部分救生船伤旧，要出群拢要准备备用船，却是传统的水上奥多摆甲手轮艇拢真重，干系当用车移耍。有业者开发轻型的电动救生艇善后协会，要增加救援能力。 其实它是泡水的，都不会完全触电。业者讲，电动救生艇电池会当浸水，若袂失火，嘛袂害驾驶去电着，而且经过试验，会当甲载6个人的手轮艇拖咧行，嘛会当互救援协会做备用船，减少冰船地势失火，危害救援人员性命的状况发生。事实上，从橡皮艇从运过来再到海，事实上是很需要花时间的，或者到河。但是这个呢 ，SUV 就可以放得进去，然后就可以2个人这样抬了就走，然后因为它的那个机动性蛮强的，尤其翻船以后马上转过来，马上可以启动。这只电动救生艇试验了后，希望变作水上救援的新技师。
后续敢会推广更较侪救援团体，甚至是消防队协助介绍观赏的民代表示讲，爱看试验的情形，业者敢会当量产无？后续会阁继续协助推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头一代自主研发的轻灵巴士，宣布讲甲商业发展研究院合作，要加装智能系统甲 AI 安全监控的系统。这台轻灵巴士若通过认证，上紧明年的第4季就当正式驶上路了。新东东的大巴士载稳起行，无论是直行、转弯拢真顺利。这架车一切动力拢来自轻能源，这是台湾头一架家己研发的轻能巴士，即卖已经挂汽车牌，认证若通过，就会当正式出车。它这颗最大可以产生85 kW 的功率。然后氢气的话是由这边进入，然后到它的电堆里面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电能出来，跟我们的锂电池进行搭配。轻能源车强调环保，车顶有载式的氢气盘，目前和中油合作补充一解氢气，会当走450 km， 嘛结合几若间大厂的零件，今后和研发东源机电甲常委合作。预计会伫明年甲车送去欧洲的轻能认证机构，上紧伫明年的第4季就当正式出车营业。必须送到国际联合国认证的实验室做不同的测试，车上有非常多的安全防护机制，比如说它在车上有装了非常多的氢气检测器。另外，除了甲二体设备升级，软体更较重要。29早起，上演员马鞍巴士的厂商签合作协议书，宣布要使用智能系统 DDS 加上 AI 系统，打造头一套轻能巴士 AI 安全监控系统。DDS 我们是自己开发、自己研发写出来的这个系统程式，所以我们是原创的，我们自己用。那别人要用的话，第一个我们就在这个治安上就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独特的自我保护功能。DDS 系统比较过去，传送速度紧，延迟性低，治安嘛较强。另外嘛希望因为 AI 的辅助，加强车体甲司机状态监测，加强安全性，让民众坐车坐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巴黎塞纳河热浪受开放3大会当游泳的所在，今仔宣布讲开放无2个月，就成要10万的游客来遮受水。有的人甚至排队排点外钟才法度落水。这活动本地8月底就要结束，也毋过因为真受到欢迎，巴黎市长就宣布讲要延长开放到9月。巴黎市的民众伫遮热的天气想办法纳凉。今年热天是塞纳河8年来第一遍开放予一般民众落去受水。伫咧埃菲尔铁塔下骹格纳内码头，法国国家图书馆边仔的博斯河道，也个伫巴黎心脏地带马里之流附近巴黎圣母院边仔的路易斯道，拢会当落去受水。有人排队排点外钟才入去，这么开放的时间会搁再延长。En 2 mois, tout le monde disait qu'il y aurait personne, que ça marcherait pas, que personne se baignerait. Voilà, on va atteindre en fin de semaine les 100 000 personnes qui ont fréquenté les 3 sites. Donc oui, ça répond d'abord à une demande. 巴黎市长伊达哥27宣布，为了要庆祝今年热天，要甲10万人伫咧塞纳河内边游泳耍水，这么要甲开放时间延长。埃菲尔铁塔下骹游泳区到9月初7，规模上大的博斯河道延到9月14，佮增加22日2天欧洲国际的活动，那圣路易岛31就几件。D'un impact environnemental très positif qu'on constat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mais qui évidemment a été accéléré, notamment depuis 2024 et la tenue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qui était vraiment le déclencheur de ça. Voilà, donc on. 延长开放将要开33万欧元，差不多是代表1175万。不过7月因为落雨，游泳区被被迫关2礼拜，其中一边是7月15开放迄天的过灯天。巴黎下水道系统是19世纪设计挖出来，离这么年代真久，排水的能力有限，若雨落较大就制作袂调，雨水甲污水拢流的塞纳河。当局伫巴黎奥运进前就开差不多14亿欧元改善水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
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